以赛亚书第31章，上帝要保护耶路撒冷。惨啊！遐个落去埃及求帮赞的人，因倚靠马，倚靠真侪战车，倚靠真强的马兵，因无爱仰望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嘛无要找求上主的帮赞。毋过，上主有智慧，伊会降灾难，袂收回伊的话，会起来攻击歹人的家，对抗遐个帮赞做歹的人。埃及人不过是人，毋是上帝。因的马是血肉，毋是心灵。上主一个出手，帮赞的会跋倒，受帮赞的会倒落去。两边的人拢会做伙灭亡。上主有对我安尼讲：狮还是狮仔豚，为着伊的腊物吼，规定牧者入窝来攻击伊的时，伊袂因为因的喊话着惊，袂因为因的喧哗走闪。亲像安尼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会落来锡安山的山岭作战，亲像天色得白的鸟安怎保护伊的囝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嘛要安尼保护耶路撒冷，伊要守护，要讨放，要解救，要保守。以色列人啊，着悔改，归向恁所背逆的上主。伫迄日，逐个人要扫除金的偶像甲银的偶像，就是恁双手所做，直到恁家己犯罪的偶像。亚述会死伫倒的，毋是因为人的刀造成的；亚述会互刀吞灭，毋是因为人的刀，因互刀剑坠入刀走。因的少年人一定会做苦工。亚述王会恐降逍遥，因的官长因为惊吓放杀军旗逃走。上主安尼宣布：上主伫锡安山有火，伫耶路撒冷有火炉。